连假上尾一天，桃园机场有85000人次要入境，是疫情以来上济。疾管署提醒讲，出国旅游就要注意传染病风险。回来台湾的2礼拜内，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。塞大卡小卡行李，伫休假日最后一天回国，准备要上班咯。桃园机场伫这个车搭规天入境，可能来到85000人次，创疫情以来一天入境的上悬纪录。入境大厅人真多，过年人上侪期间出去佚佗，难免人挤人，为咗旅客，家有一套防疫准备。备用药、维他命，然后我觉得客流感应该要带一下。我们就是去菲律宾嘛，所以那些防蚊啊措施我们都有先做好。疾管署提醒民众入门旅游的所在，最近流行的传染疾病各有无同款，回国了后嘛要监测家己的健康状况，像是东南亚正流行天狗热、曲江边武汉疫情，东北亚也有中国受流感疫情多，也诺罗病毒流行。欧美最近是武汉疫情相对严重，也来非洲是马拉利亚寄生虫这疾病。无论是去哪边，如果说回来的话，2个礼拜之内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，就赶快就医，主动告诉医生哪些国家、哪些地区。也若国内疫情部分，这个西国的流感甲派北岛急诊人次拢比这个测试搁再下降，疫情是相对平稳。不过，疾管署也提醒讲，随着转来工作了后，大家斗阵，疫情可能搁再升悬，也呼吁民众年后以外爱定定用湿媒洗手，物件爱做好食，以免去喂着诺罗病毒。另外，若是有呼吸道症状，一定爱挂喙罨，降低互相烧话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